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17章。我的气要断啦，日子得要煞啦，我的梦做好啦。我的周围拢是踢笑我的人，我所看到的人拢在叫我受气。求你亲身做我的担保，若无，啥人肯做我的保证？你防捌因的心，互因无明理，所以你袂互因较赢我。人为着家己的利益出卖朋友，伊的子孙目睭会失明。我诚做人的笑谈，因对我的面撇喙烂。我因为忧伤目睭雾，我的身躯消散落目。正直的人看到真着惊，无罪的人会对无敬畏上帝的人发受气。正直的人会坚守家己所行的路，手清气的人气力会若加添。恁拢搁转来，恁中间我找无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的日子已经过去，我的计划甲心所爱的拢消失。因讲暝是日时，光已经近，其实我还伫黑暗中。我若期待阴府做我的厝，伫黑暗的所在铺面床。我若对坟墓讲，你是我的老爸；对虫讲，你是我的老母，我的姊妹。安尼，我的愿望伫倒位？我的愿望啥人看会着？愿望减会落去阴府，伊减会甲我做阵伫涂骹。